請乘客請緊於扶手跟住搭乘。如果發現這個飛機是不通過，各位乘客請緊握扶手，安全保險。下一站是有分段收費，下一站係到打道圍展。The next step is Victoria Park East Road。下一站是跳市大道围園。有保安架俾咗你頭先係咪搭正行位？有台少咗人嘅，你係係。哦係，幾多點幾多位？8位，係8位，歡迎。係電話叫9626。
提報嘅一次李小姐客為聽日8點鐘下係9626232，係咁我 send 翻個訂座條咁嘅